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大家马了警一阵乌衫人下来杀去有女性杀警察防压制，依照妨害公务罪嫌移送法办。有民众去加油站洗车，指控讲车才入去到自动洗车机，挡风玻璃就去互顶悬的机器地歹。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上新报告，上近5月性影现象会阁开始，专家警告今年恐惊会愈热。大家马了警，阁发生冲突，昨暗半暝11点外，乱叫是来到彰化市区的永乐街口，要雄雄一阵穿乌衫的人出来下来杀去，警方是随家人隔开，这个冲突才无讲变愈严重。不过有一个女性指控讲是去互警方来不当压制。彰化分局表示讲是这个女性性杀警察，后续会依照妨害公务罪嫌移送法办。大甲妈祖绕境回銮日是暗时进入彰化市区，虽然已经是半暝，不过也是有未少信众迎接。不过为民族路转入去永乐街时阵，雄雄有一阵穿乌衫人市外来发生激烈枪杀。人店内有人大声喊休，有人好亲像想要抢赴牛线，引起烧杀。警方强势甲乱叫围条的，搁甲人店隔开，防止冲突扩大。伫优势警力介入现场情况渐渐缓和，不过乱叫到位的时间比决定的时间延误一寡。后来，敢若伫永乐街天后宫小可停一了后，就随个起价。为了维持现场秩序，警方各以人墙为乱叫，嘛伫这个路段要求禁止乱叫卡，确保动线正顺。不过也是有一个查某人指控，消杀过程去警方不当压制，警方原来提出说明。经本分局收集及查证相关的搜证影像，发现系该名女子先行推挤本分局同仁，后遭本分局同仁反制压制。本分局后续会陆续传唤通知该名女子到案说明，依刑法妨碍公务罪嫌依法就办。警方后续会该依法上班。这届大甲妈祖绕境冲突车济，互连续3年伫彰化零暴力事件记录曝光，去的过程阁造成3个员警受伤。警方第一时间抓人上班，涉案4名查某人已经互法院裁定收押禁见以外，另外3个人是互人裁定限制羁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也高雄有民众去林武的一间加油站洗车，车才拄入去到自动洗车机，挡风玻璃就去互顶悬的机器内底歹。民众指控讲，苏东市的工作人员无来提醒讲爱拍空速，伊未负反应，车全受损。不过加油站是调监视画面出来，讲即个民众哪像是无拍空速，佮冲对头前，双方是协调无成，报警察处理。打正哦。来，再来，好，来 N 档，刹车放掉。去加油站护士洗车机洗车，工作人员大声提醒，移动电台位置正确插入洗车机轨道。也毋过24暗，民众来到高雄金埔这间加油站洗车，挡风玻璃和机器地歹，这其安全性问题。上了轨道之后，我知道要打 N 档，但是他滴滴没有提示，他完全没有提示要打 N 档，这很危险。它速度很快，那当很快的时候，它第一步已经压到我的玻璃了。只听到工作人员指挥连台，到这并刷单完全无听到提醒伊爱拍N档。小小姐表示，反向过来要动作时，洗车机已经为顶面地下汽车玻璃，而且当场工作人员态度无好，双方协调无共识，报警处理。本案民事纠纷现场，双方商讨无共识。本分局员警现场告知双方权利，若有需要可申请调解。不过加油站方面提供监视画面，指出民众亲像无拍N档，也就是空速，车辆突然往头前冲，造成玻璃损坏，让人可提高讨赔，会配合出庭。不管你是今天是平板式的还是轨道式的，我的建议都是你进去，你最起码就是说你要把它打到N档去。要进入洗车机，你要遵循洗车人员
跟你讲的指示，然后你照着指示去做，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自动洗车省时方便，业者服务一定要注意工作人员指示。万一无听到也是无提醒，无论倒一款的自动洗车机，请至少要拍空速，确保洗车流程顺利，甲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安中信银行中校分行昨时发生抢案，歹徒甲银行经理压起来，要求甲1000万伫入口行李箱内底，佮也比称价格手榴弹掠女经理做临职，也落尾同款事去互警察压制。来听警方伫早起的说明。情绪就已经展现得很激动了，但后来我们有发现，因为他在途中有开一枪，那一枪让我们确定说那是钢珠弹，所以让当下的判断就是认为那个钢珠弹的杀伤力不大，我们可以大胆放心的往前挺进。他涉及赌博案件是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而那时候我们有持搜索票去执行搜索，也有对他侦办了赌博案件。此案加长江派出所的所长手骨有包西部，另外一个警察伫压制歹徒的过程当中嘛来受伤。也警方侦办了后，初步是了解讲，嫌犯因为伊的交警风草无工课，也佮欠人数百万，加上有2个囡仔爱饲，经济有压力，才会惊歹徒抢银行。来讲，云林地检署去年6月是侦办一宗案件，外籍车手利用高铁退票这个机制来洗钱，对查到主嫌等5个人的诈骗集团，就是利用高铁退票机制，伫几内高铁站来退票，加26万的乌钱洗做现金，也专案已经侦查结束，检方甲这5个人依照诈欺甲洗钱防治法来起诉。全部退吗？高铁站人客来去，确实真多诈骗集团洗钱的场所。检方去年6月发现一个马来西亚籍的查甫人，伫云林高铁站要摕真侪高铁的票换现金。调查发现，以4名的查甫人为首的5人集团，利用高铁退票的机制来洗钱，顺利摕到26万块。检方立时侦查终结，以诈欺洗钱这罪嫌来起诉。破坏金融秩序，本署检察官就每次犯行均具体求刑2年以上。5个人大约伫19到23岁中间，检方大骂因好脚好手，毋去做事趁钱，行歹路，请法院将当来量刑。因对去年6月开始，伫网络散布钓奖的通知，网络购买实名认证甲换人民币这信息，互被被害人依照指示用台湾Pay来付钱。央个被害人所付这钱是方用来订高铁长途商务舱的车票，嫌犯刷来到柜台退票换现金。不过有一些，即便是这种钓鱼啊或诈骗，他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让你做完成整个支付的这个动作，不一定能够真的就避免。他利用信用卡或者是银行的这个转账来付款取得这个物件，那但是他在网络上操作完成之后呢，他把这个退票的讯息交给了他下面的所谓的车手或者是集团相关的人员，再透过临柜汇款拿到手。那接下来呢，这个钱是因为从实体拿到的，后面就没有办法追踪。学者讲，任何会使互金钱对线顶转为现金的过程，拢是洗钱的款债，应该爱加强查缉。治安专家是讲，即要是所谓的支付，就可能成做亲像洗钱的管道。行动时应该确认信息的正确性，也应该避免个人认证码，也佫有利为条码流出去，也是凊彩去扫描别人生成的 QR code。台湾高铁这个案件发生了后，伫去年6月暂停台湾Pay付钱，并且加强这项票务退钱的机制。等待完成了后，再过来提供相关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本地要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不过飞行许可去予摩里西斯等3个非洲国家来取消。向庭转法庭，也摩里西斯的媒体曝光啊，摩里西斯自头到尾拢无核准任何的飞行申请。咱总统府回应国际表达的立场，就是反对中国用政治施压，爱第3国临时变更航权。
Noble Your Majesty King Mswati III。亲就是总统热情的声音，斯瓦蒂尼将典礼举行。当地赖索托总统致辞时，典礼人员刷五部赖总统祝贺影片。赖总统决定出访斯瓦蒂尼，说和中国打压。塞西尔摩里西斯等3国突然取消飞航许可，形成临时法庭。不过摩里西斯媒体所引用当地政府人士的讲法，讲摩里西斯自头到尾拢无核准任何飞航申请。国际上的立场共同都认为，这是由于来自中国的施压。国际所表达的立场是反对北京以政治施压，让第三国临时变更航权这样的方式发生。跟这个史国这么长久以来的这个友谊，我想非常稳固。在非洲的话，那么中国在这边部署已久，透过收买、透过等等。外交部搁一摆表示，加苏国会帮其稳固，那特赛人选归安会回应后续有明确安排，都会甲大家报告。另外，对华一边宣布10项涉台措施，另外一方面，佮继续打压台湾国际空间，让赖总统无法度出访，是对华定用的两手策略，想要复合式施压台湾。接待这个国民党主席的这个访问团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下了这个粗暴的手段，阻挠我们国家元首出访这个就是一手硬一手软的一种对台策略。区虽正呼吁对华爱互相尊重，透过沟通对话取代施压，两华关系才会当走向良性的互动。也佮表示爱伫对等尊严，无有失任何政治前提的基础上。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的立委沈碧荣，互看作是参选台北市长的人选。伊最近是真拍拼走基层，今仔日第一摆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共台参加活动。双方点头握手致意。民进党2026年参选台北市长可能人选立委沈碧荣，甲台北市长蒋万安头一摆伫公开场合共台。台北松山朱会堂25举行台北母年文化季，新优台北嘉年华，6个被政要人士拢到场，现场营造选战气氛。副总统萧美琴嘛亲身出席，沈碧荣、蒋万安2个人向前迎接，敢若左右互换。恭送母娘圣驾。不过，蒋万安本身是市长的优势，庙方特别安排伊甲萧美琴做伙光桥。互人问到首都选战有希望上演君主之争，蒋万安表示专心持政。不过，致辞的时阵强调，一座伟大城市袂使干那有政治规划引起关心。一座伟大的城市，不能单是只有政策的擘画或建设的推动，更重要是人心的温暖以及彼此的守护。但是沈碧荣最近动作真多，那换新头毛型嘛，过来走基层拜会议员。萧美琴这届参加朱会堂的活动，和外界当作为了有关沈碧荣的声势。我们台湾重要的民俗宗教信仰这份安定的力量当中，能够越来越好。好，谢谢。有没有跟各位人讲？好，谢谢大家。因为刚刚下车的时候，这边应该有握手；刚刚离开在这边的时候，应该都有握到手。如果我们现在在看这整一个城市的时候，要看的当然就是整体的生态，要怎么去设计，然后让人在这边可以住得舒服。我相信这也是台北市民期待的事情。针对立营一直还未确定台北市长的人选，中国台湾联名创办人高一龙嘛表态有意争取。沈碧荣表示，党内有真侪优秀的人才，相信选对会的机制，家己会以挑战者的角色听市民的声音。记者采访报道。来讲，1986年4月2日，乌克兰车路比是发生人类史上上界严重的核灾。这个核电厂到今嘛是继续面临俄乌战争的威胁。去年2月，罗西亚的无人机去拍到核电厂的防护罩，就惊辐射会流出来。今嘛车路比核灾是未满40天，乌克兰的民众汇集来悼念，呼吁世界爱来重视战争所带来的核灾风险。基辅居民组织伫切罗比纪念碑前放青花，默哀悼念伫切罗比核灾中牺牲的电厂员工甲消防英雄。40年前的透早，切罗比核电厂4号反应炉伫安全撤去的时阵爆炸，放射性物质随飞去全欧洲。当时虽然有紧急兴建照管夜勘，不过过了10年来，已经有几落千人死伫相关的辐射疾病。生还者若想到爆炸时阵这个情形，甲打一个想起还阁真清楚。Момент взрыва меня взрывной волной отбросило, и крыша упала на 12-ю отметку, и я получился как в палатке. Вот. И, закрыл глаза, открываю глаза, смотрю вверх, звезды. Ощущения, конечно, ужасные.
只是这个历史伤痕当面临之前了后上严重的军事威胁。2025年2月，一台罗西亚无人机击通新旧馆，也就是叫做新亚扎结构体的半圆形防护塔。虽然目前无侦测到辐射外泄，不过留来的破坑伫这么寒的冬天，敢会当临时修补。Основні ризики – це військові ризики, тому що над зоною відчуження і в тому числі над об'єктами Чорнобильської АЕС періодично пролітають. 除了战争威胁，防护塔生鲜这个问题嘛要紧处理。目前维修费用有5亿欧元。伫核灾40周年的时阵，切诺比已经不是历史，是需要全球共同守护的核安防线。公司新闻陈伟仁、吴基昌编译。来讲，人工咧瀑布的使用的传统工法，会看的时间来考验。咱来看这个甲石头会当安怎运用伫咧咱山内底咧行的步道当中。步道顶贴甲真白的大乱石，行时较袂骨倒。苗栗3期跳探古道过去是基本重要干道，大乱石就地取材，大石头靠小石头稳固，适合运用伫骑步。老师傅罗万金专精这项技艺，得到第5届研究步道赛的肯定。我们那里的步道呢，已经有些是已经200多年了，先民垦荒的时候就有。第一个，它透水力好；第二个，它的重量也蛮重的，所以不容易冲走。叶山研究步道赛的也阁有德个高超的贵手法，先用当地生产的毛德啊打造亮点甲栈桥。伊讲德啊无适合支撑，也毋过有力真强。这座桥骨桥都是先用德啊的调性处在环保，结构坚固，也有艺术性。伊就是美观，第二就是安全，利用各观赏吼，迄个价值吼都会加大啦。2018年设立的研究步道赛奖项，都是希望找出国内有步道传统技艺之人，保留在地化，多元各愈古愈新的传统工法。包括文化部他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文化资产，是先保存有技术的人，那古道就会延续，而不是保护静态的物。不如阿毛头工法快速，智能技艺更较挡得起时间的考验。汤园石湖协会也得到研究步道赛，将传承古代蚵仔茎石湖保存落来，配合调溪洋流、海岸地形，将蚵仔生长来巩固结构。协会也红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技术甲保存者。记者综合报道。伫桃园，大礼拜6、礼拜拢有一点行动较无方便的运动员，因虽然坐轮椅，不过因用梦想、用热情来组队伍练垒球，也拍去到国际比赛，这个成绩是真袂歹。今日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来对这阵轮椅垒球员，看因安怎讲出人生的风不浪。我以为是投手啊，介准的。我以为就是自由手，人拢叫砸空。透早一群人坐轮椅，副官也做伙集合，伫停车场的涂骹画线，打造身障人士专用的垒球场。因是2016年成立的台湾头一个轮椅垒球队，涂占հիմ准备要展开一场搁一场的比赛。伊头前后壁拢有细粒粒，嘿，因为阮咧运动的时阵动作会较大，会正经拍爱倒向向，这就是要互阮卖像一般轮椅安尼。就连伊就并过。轮椅垒球是为美国传过来的，亚洲是日本较早。台湾目前已经有5个球队成立。垒球无论是马达、球员的人数，甚至用的球，拢甲一般无啥共款。新疆垒球队之间的交流嘛愈来愈接。遐球是9个嘛，阮这垒球是10个，有一个是自由手，阮的球佫较大粒。一般的垒球较细粒，讲球佫较细粒，这垒较大粒。非常多的贵宾，非常多的选手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了。2025年8月，头一届亚洲轮椅垒球锦标赛伫台湾举办，由桃园两国选商占领发展中心发起，邀请日本甲香港的选手做伙来交流。As the new commissioner for USA Wheelchair Softball, I want to really work with all of the other teams in Asia to bring us together as a group. As we start to approach trying to bring our sport to the Paralympic Games. 滑倒甲冰车已经真做是比赛的一部分，不过这个球员因勇敢甲球攻出去，
嘛互相照顾甲陪伴，互轮椅垒球成做更较侪新创人士因追求梦想的起点。国际友谊互这项运动正式行出台湾，嘛突破机体障碍的限制，共同追求梦想。记者吴德庆、叶家军桃园报道。咱台湾的鸟类有家己的台语名，甚至有母语团体邀请专家用绘本讲故事、设计游戏、趣味活动，带大人囡仔做伙来熟悉咱台湾鸟类的特性，也佮有本土名台语安怎讲。好耍的活动，互大家伫过程中做伙熟悉鸟仔的台语名，佮讲故，互大家知影粉鸟甲乌手的差别。来参加民众讲，真侪鸟仔的台语讲法，连大人拢唔知影。内底有花仔、花箱、白头壳啊、干新鸟等等，实在足趣味的。其实我家己嘛无熟，因为就算做这项讲台语，这嘛是无啥会晓讲较特别的像这种的鸟仔名嘛是讲无啥会出来。想讲要加接受台语的，加听一寡台语的物件呢。因为其实鸟仔名，鸟仔定定伫咱的身躯边出现，毋过咱拢毋知影伊真正的本土的名字。而且，咱这个台语的鸟仔名是为足久以前，咱祖先来的时阵，因就安尼甲叫。只不过这个文化，因为咱若无甲讲伊的本土的名，这个文化就安尼断去啊。新竹母语囡仔窟拜六举办兴华台语鸟仔名活动，活动中除了带大家做伙讲母语，嘛希望透过活动，互大家知影台湾鸟类的台语名读起来甲华语是完全无共款。相信足侪人毋知影乌秋是啥物，啊，毋过你问是大人，伊拢知影乌秋是一种足歹的乌色的鸟啊。平常时咱台湾会当电火条看到的嘛，拢是乌秋，迄毋是乌鸭。所以我就感觉讲，因为咱拢定定看外国厝的，啊囡仔拢学英语，啊颠倒煞毋知影台湾有特色的鸟仔的名，啊甲这台语要安怎讲，我是感觉足可惜的。透过母语环境，除了互大人囡仔会当练习台语，嘛透过交流分享甲绘本故事，互囡仔伫英语发展期自细汉地当得到刺激。大汉后生活中自然开嘴讲台语。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咱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20度至23度，中部地区22度至24度。南部地区23度至26度，东部地区20度至26度，外岛地区18度至24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